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主耶稣。我们可以做分散一点，但是不要做得太遥远。我们用这首诗歌，再充满我，来预备我们的心，来亲近主耶稣。有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心目，让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圣殿。请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所爱的富强教会来祷告，求圣灵真的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主的荣耀、主的同在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让富强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热情、敬拜、感恩、赞美主的教会，也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充满祷告声音的教会，也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福音、分享的主爱。愿意将福音引人归主的教会，愿主爱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一同开口为我们教会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主耶稣给赐你帮助，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的荣耀都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举起心来敬拜赞美。所以说，让你的神、你的灵力都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说，我们愿意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要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这次邀请你进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殿中，有邀请你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救恩。所以说，我们今天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来敬拜赞美你，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让富强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成为一个主同在、充满主荣耀、全能彰显的教会。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再充满我。愿我心常为你生命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生命的一居住。愿我心常为你生命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生命的一居住。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生命充满这殿。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生命充满这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的敬拜赞美，就是把你自己当为一个祭，一个活祭，献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请我们弟兄姐妹将你的生命，不管是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恩赐，全然献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一起祷告，将你的生命成为活祭，献在主的面前。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主的恩典都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上。所以说，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在你面前。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所以成为一个更将进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感谢要赞美，求你来充满在我们的愿我们每个成为一个奉献的祭，来献在你面前。谢谢你要赞美，感谢赞美。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不管我们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开口，主耶稣灵来充满到我们当中。特别为牧师今天的信息来祷告，愿以马五师跟我们相遇的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和我们更新生命的力量。这时候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开口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设立了，更加在今天要在这里要进行敬拜，我们要彰显主的荣耀，我们要来彰显主，我们要把你的真理讲出来，我们要把牧师要讲出来，我们相信你要借着他的话，把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祭，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今天聚会当中，也透过牧师的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重新来遇见你，重新来得力。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主耶稣用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弟兄，每一次的敬拜，让我们灵都充满了喜乐。哈利路亚！
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是举起手来赞美。耶和华喜乐灵，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个我在我身上。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兴起石头耶和华喜乐灵充满我们。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条飘在我身上，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条飘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你要喜乐。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道光在我身上，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道光在我身上，喜乐有一道光在我身上，喜乐有一道光在我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然敬拜永远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然敬拜永远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让你归于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让你全心归于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哦哦哦哦
来赞美你，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喜在，喜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每个从他来来，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荣归宝座羔羊。日夜夜，无定献上，祷告如香，无定深情。日夜夜，无定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息。无定献上，祷告如香，无定深情。日日夜夜，无定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息。日日夜夜，无定献上，祷告如香，无定深情。无定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息。神在，神在，神在，实在，实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每个从他来来，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荣归宝座羔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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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在，喜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每个从他来来，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荣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荣归宝座羔羊。创造宇宙、创造生命，圣哉圣哉，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位受召的百姓都能够在这里荣耀、颂赞、歌唱、祷告，在你面前领受这样美好的时刻、赞美的时刻、恩典的时刻。神啊，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荣耀，有这样的福气，领受这样的祝福。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就像清香天天升起，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跟主一个美好连结的关系，因为主要透过我们跟主的祷告，将一切的恩典、启示、能力以及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蒙神的恩典，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神触摸，得到圣灵的启示，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
我们一起来攻读。他们走进了所要去的村子，耶稣似乎还要继续赶路，他们却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黑了，请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与他们住下。当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向上帝感谢了，然后拨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忽然开了，这才认出他来。但是耶稣忽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他在路上向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大一样的燃烧吗？”他们立刻动身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们看见11使徒和另外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他这说：“主真的复活了，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那2个人也在路上所遇见的，和他们怎样在主拨开饼的时候认出他来的经过，告诉了大家。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密珍小组献诗歌曲是《只要有你在我左右》。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眼开心热，生命更新。让我看到
谢，我们谢谢密珍小组他们美好的歌声。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疫情来了，但是我们新的政府的一个防疫政策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啊，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大家都有那个曝险的可能性。不过，我们从敬拜赞美得到一个力量跟启示，因为当你赞美神，你歌唱祷告的时候，神的大能就跟你同在。愿神将这样的力量赐给你，让我们出入都平安。我们今天是4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哈。那我们今天呢，除了牧师的分享信息以外，我还2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安排，就是我们在祷告正道完之后有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但是我们期待医治祷告不只是说，我真的身体有什么病痛才需要祷告，是你心灵也需要，你的生命需要神的祝福，我们都可以到前面来一起接着祝福祷告。而且我们今天还要安排我们的美满姐，她来为中保代祷来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到一个很丰盛的神给我们属灵的宴席，我们要一起分享前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热情赞美敬拜，我们要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在主耶稣复活这样大能的遮盖之下，我们能够看见盼望跟力量，得到医治与平安。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眼开心热，生命更新，是从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其实这段经文呢，是整个以马忤斯的故事的最后段。那我们把这一段做我们的开场其实是要从两个学生他们走向以马忤斯的过程，来对照我们生命的历程，也能够得神像这2位学生一样，得神特别的启示跟祝福。那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就是说，提到有2个学生，他们要迎接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到那边住下来，因为太阳已经下山，要请他们一起住，那耶稣就留下来了。那这个故事呢，提到说，当他们坐下来要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就拨了饼感谢，然后他们就眼睛开，原来陪伴他一直走了11公里的这一个路程的耶稣，竟然他们不认得竟然不认得，因为他们是主的学生耶，走那么近，讲那么久，声音听不清楚吗？形貌不清楚吗？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反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看不见前面的就是耶稣。然后他们就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回顾了。我们很多人都很习惯说，原来当初是怎么样我怎么不晓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事后才发现说，原来主耶稣跟我们在路上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是讲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很火热燃烧吗？然后他们呢，在当天立刻又起身好不容易已经到这个村子了，然后晚上又起身到哪里呢？就回到耶路撒冷，等于11公里来回2趟那一天就马上赶回去，因为他们等不及去见证这一件神在主耶稣在他们面前显示的这个大能跟祝福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看见整个流程了。那故事要从2个学生，不是返回耶路撒冷是往以马忤斯开始。所以这一条以马忤斯11公里的路，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在上礼拜5吗？我们不是举办一个受难周的耶稣福路14站，对不对？我们就跟着耶稣走了14站，那是走向各个他的路。
那今天呢是换学生走了，学生走这条以马忤斯的路，这条是得新生命的路这条路是一个看见神大能医治的路。好，那这条路是不是这两个学生的路？是你跟我大家一起要领受这一条祝福之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耶稣的门徒叫做革流巴，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到他呢，但是竟然在这件故事里面把他的名字调出来，而且他一个同伴，他们是怎么样呢？其实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失望、沮丧、意志消沉。他们在干嘛呢？在谈论近日所发生的事。记得圣经的这段经文的开始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13节就开始了。他讲的一个开头怎么说？他说同一天呢，什么同一天呢？前面的12节提到，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的经文同样的经文就是妇女玛利亚还有其他的玛利亚一起到墓园去看耶稣，但竟然看到墓都空了。天使青年在跟他讲说：“你们不要在这边看耶稣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就是那个故事。那妇女是很惊慌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惊慌呢，就传递到哪里呢？传递到这些门徒的耳中。那这两个门徒呢，竟然没有去领受说这个复活到底什么意思。本来已经吓到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大家吓得四散而逃了。然后听到耶稣，我还反应不过来，更加忧伤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以马忤斯。圣经没有很明示说以马忤斯是在哪一个地方。那这两个门徒到底为什么要去以马忤斯？不过根据圣经学者啦、考古专家他们在研究以马忤斯在耶路撒冷离11公里了。不过因为时间过那么久，有人研究说这个村庄到底是东西南北哪个地方？有6个考古的一个发掘都在预测说这个是不是，但是没有人确定。但是有一个理解是说，这个是革流巴跟他同伴的家乡，是他的同伴伤心绝望时疗伤躲藏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们熟悉，那个地方有他们可以带给他慰藉的场景、风景、食物、空间，甚至亲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有时候人会在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或是一些很繁杂的事情，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离开现场，你会离开你的职场，甚至有的读书的学生他会暂时休学，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心中的困难。那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了故乡不一定，有的在市区，有的在乡下，有人喜欢到安静的地方，到海边，到山上。我的故乡是个小岛，我说看到一些乡亲呢，他们在外面打拼，疲累的时候，他就想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个几天，甚至住一段时间，看一看自己的亲人，然后吹吹那边的海风，甚至喝一碗习惯的鱼汤，然后慢慢疗愈。以马忤斯可以说是这两个门徒他们疗伤的地方。所以以马忤斯变成一个象征了就是你需要医治，你需要恢复元气，你需要沉淀的地方，就是你的以马忤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很多的画都是历代的名画家他们所留下来的，就是光以马忤斯这条路就是那么多的图画。那他感受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虽然很孤单，很忧愁，很伤心，很烦恼，不知道前途茫茫怎么办，但是有耶稣陪伴，这个是重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以马忤斯，你找到了吗？不一定用得到，但是是你重新得力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两位门徒在以马忤斯遇见复活的主，他们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
生命改变的地方，就是以马忤斯。弟兄姐妹，以马忤斯不是你单立在那一种忧伤、烦恼，或是泄气，或是一跛不振的地方，是让你重新得力的地方，是让你看见生命的主的地方，是让你眼睛开，是让你心中如火燃烧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从门徒跟耶稣讲的故事看到一个重点，当时是罗马统治犹太人，所以门徒一直以为耶稣可以带来自由，给他们脱离这个异族的统治，这些集权的统治，但是没想到结果相反，他们看见他们跟随了耶稣，至少跟随了2-3年吧，想要图一番事业的，想要让整个国家改变的，这样的希望却落空了，因为耶稣遭受残酷的十架的苦。这个是让这些门徒一直心转不过来。彼得跟一些同伴都回到他们的海边，加利利海边重新抓鱼。那个也是，我想那个也是彼得的以马忤斯，因为他要从那边重新沉淀自己。我们在1-2个月前曾经分享过出名的旧约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打败了好几百个巴力的先知。当他最风光的时候，竟然被皇后耶洗别下追杀令，准备要把他杀掉。他逃到旷野，在一个罗藤树下，在那边哀伤、哭求、疲累，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又到一个山洞里面，看见神对他显现。那个山洞，那个罗藤树，就是以利亚的以马忤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走这一条以马忤斯的路。那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因为这些门徒颓丧，也不知道前途茫茫怎么走。不过记得重点在哪边呢？圣经记载说，耶稣亲自走向他们，同他们一起走。对，经文记载了这样子，耶稣这个时候出现来陪伴他们一起走。但主耶稣很贴心呐，他不是好像一个闯入者，随便就改变了他们的气氛，他就是陪伴他们走。有的这些名画有人画成耶稣是一个朝圣者，好像就是大家要走向这个以马忤斯啊，你也走我也走，到好不容易就刚好碰到了，那就陪伴他们走，就听他们讲。因为耶稣没有拆穿体会他们门徒的心情，陪伴了他们一步一步自己去体会。主耶稣静静地听他们诉说遗憾的故事。等一下那段经文，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到底门徒给耶稣讲什么，体验他们的绝望跟心中的伤痛。我们看见这一个奇妙的时刻了，门徒是垂丧的，竟然没有认出旁边这个人是谁，只是说在门徒的困境当中，耶稣亲自走向他们，和他们同行。就像诗篇34篇18节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是的，忧伤的灵，主耶稣耶和华不看轻，他会靠近你，他会拯救这个心灵忧伤的人。不要逃避，也不要畏缩，而是迎向主，因为主已经来了。弟兄姐妹，耶稣静静听他们的诉苦，我相信他也愿意听我们心中的忧愁跟苦闷。你害羞不好意思，或是你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用啦，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少一事，还是你愿意一五一十的把你心中的忧愁
你的顾虑、你的心里面的忧伤跟主耶稣说呢？因为主耶稣静静听他诉说遗憾的故事，体会他们心中绝望的心中的忧伤。这张图画很有意思，他把耶稣画成一个朝圣者，耶稣戴着一个帽，是长途旅行的，还有拐杖，就陪伴这两位，因为这两位好像心中的忧伤没有除去，好像很脆弱，有耶稣陪伴着他们。那这段陪伴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经文，我们在路加福音24章17节开始，他说，耶稣问他们：“你们一边走一边谈论些什么？”问他们谈什么？耶稣是主角，但是特别关心的问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本来就在讲他嘛，讲耶稣嘛，那耶稣就问你们在讲什么？这样，那这段经文是在24章的18节说，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问耶稣：“难道你是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不知道这几天在那边发生什么事的人吗？”那两个人觉得很惊讶，说：“发生那么天大地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你是旅客，旅客总是也听到声音吧？当然，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媒体发达，哎呀，已经那个感染好几千个，你还不知道啊？这种意思啊。我们现在社会发生重大事件，俄国入侵乌克兰，你不知道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凡在耶路撒冷周遭都是动荡起来了，因为这件事情太重大，所以门徒用这种方式反问耶稣，也倒是一个很合理的，因为你竟然还在问我什么事？那耶稣问他什么事，他们就回答：就是这个嘛，拿撒勒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话做事都有力量就是在讲这个耶稣的故事，在耶稣面前讲耶稣了。他说他的失望在这边讲到了，我们的祭司长和首领竟把他解去，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段话，我们原来盼望他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我们期待这样，但是事与愿违了，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发生3天了。那重点在这里，门徒也知道耶稣复活的事那下面他有讲啊，说还有我们当中有几个妇女使我们很惊奇，她一早去墓穴那里去了，但是呢，没有看见他的身体。他们来回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天使告诉他们复活者。我们当中有人到墓穴去看，发现一切都跟妇女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看见。讲到这边，你有什么感觉呢？原来门徒知道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但是他竟然对耶稣复活没有感觉，对不对？还是一样的伤心，还是一样的泄气，还是一样，大概是宽薄后邓体回到家了。那问题就在这边关键，难怪耶稣会有一点责备这句话。我在想说，这个责备也其实有时候在责备我们，知道吗？这段话，他说：“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真是鲁钝呐！对先知所说的话，你们为什么会觉得那么难信呢？事实看见了，你我都看见这个事实，但是对这个事实的解释竟然没有任何的感受。换句话说，门徒没有去体会到耶稣在耶稣还没有受苦之前就讲说，我3天后要复活。圣经里面一直讲，从旧约就开始在预言人子要被钉十字架，3天要复活。这些事情在这个门徒身上完全没有感觉。那问题在这里，我们基督徒天天读圣经，每个礼拜来守主日，参加小组，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竟然没有去领会到神透过这些事、这些神迹、这些看见的事情，让你得到一个属灵的启示。有时候我们选择我们相信的，选择我们看见的，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圣经里面那些神的大能的事情。
那我们不说这两个门徒真的糟糕到哪里，其实两个门徒的情境在映像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遇到的一个不足、软弱、欠缺，或是眼睛看不够远。然后耶稣不是这样就抛弃他们，不然他不会走在他旁边走那么久嘛。26节，耶稣讲说，基督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进入荣耀吗？就说经历苦难，然后才会荣耀嘛。所以耶稣就是不厌其烦的在路上走，于是他根据摩西和先知所写的，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上关于自己的一切记载，解释自己解释自己的事，他现身说法，在他面前讲这一些。不过，当他讲这些，门徒都不知道他就是耶稣了。那问题就在这边很奇妙你会想象我们有时候故事呢，他没有想的那么仔细啊，你会有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想象，或是说有一个理解这个场景到底耶稣复活是不是他的形象不一样，他们认不得，或是真的他们两个疲累、哀伤、失望，以至于他没有看见耶稣他的真面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耶稣是一直陪伴，走这11公里的路，将一切故事讲解。圣经有提到说，于是他根据摩西跟先知所讲的，那等于是重新再把故事再讲一遍。那走，走到了，到以马忤斯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从主耶稣复活的故事之后一个非常美好的注解，或者说成为一个我们相信主耶稣复活、领受主耶稣复活的能力，从这个故事当中找到一个确据。换句话说，主的道路就要成为新生命之路，因为后面的故事就看见了主耶稣，他爱我们，他让我们看到新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他说要继续赶路的时候，因为已经晚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早上发现耶稣已经复活了，下午他们一直要走回以马忤斯，耶稣陪他们走，走快到的时候，耶稣好像要继续走，但是他们留他，因为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要黑了，就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跟他们住下来。古代的村庄没有什么特别预备的食物等于就是有的场景，有的圣经学者说，是不是在一个旅店，或是在这个格留巴的家里，没有讲很清楚。但是反正他们就是在那边住下来。以前古代没有说像我们冰箱一开就有东西可以吃，或是任何一间店进去点个菜就可以吃，没有。所以他们一定是一些干粮或是一些简单的食物啦。我们常常在以前乡下很好客的时候，就说时间晚了，一起跟我们吃吧，不差一双筷子，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很轻松、很自然、很好客的邀他。然后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事情在这边改变了。事情怎么样？他们说，耶稣拿起饼向上帝感谢，拨开饼递给他们，他们忽然眼睛开了，眼睛开了。弟兄姐妹，眼睛开了这句话很有意思我想应该不是说这个眼睛有什么脏东西都没有模糊，然后是没有戴眼镜，都不是吧？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主耶稣一直陪伴着他们。但是很奇妙这个拨开的场景，耶稣就离开了，耶稣就离开了，看不见。那反正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如果耶稣走出门，或是开门走出去，他们总是要送一下嘛。我说耶稣你怎么不吃？都没有，对不对？耶稣就消失了。这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因为门徒这样的回忆说，耶稣说话的时候，门徒内心起了变化，心中火热，像火在燃烧。所以不是从外而来的，而是从内在、从内心所发出的。这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又回顾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因为几天前，耶稣跟门徒
就是在马可楼一起领这个最后的晚餐，就同样一个场景，只是说现在在以马忤斯的一个房间里面，耶稣也是同样，就像一个圣餐的美妙时刻。主耶稣拿起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拨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开了，眼睛忽然开了。弟兄姐妹，圣餐这个美妙的时刻，上个礼拜我们一起领圣餐，对不对？圣餐是神临在的时刻，让这个门徒突然间眼睛开，看见主耶稣。你是不是愿意在神同在的时候，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你请耶稣做主人？这个故事又有一个很奇妙的转折嘞。照理讲，门徒是主人，邀请你来吃饭，我反正桌上多少吃少，大家一起吃嘛，总是主人要招呼客人嘛。我们常常有聚餐的场合，如果是在某某人的家里面，总是这个主人会讲说，我们一起来谢饭祷告，对不对？主人总是会带大家一起感谢。那没想到，耶稣反客为主，但是我们也看到说，门徒因为尊从主耶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认出他嘛，但是耶稣就是变成主人了，接纳主成为他们的主人，然后耶稣拨开饼，就看见这个奇妙的时刻，因为他们眼睛开了，看见主耶稣。所以这段话我们再做一个描述说，他们眼睛开，我们是不是也一样？你有没有邀请主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主？当主耶稣成为你的主人的时候，你的生命要产生不一样的改变。主耶稣呢，他的陪伴让门徒心中起了属灵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这个故事的场景，我们预告耶稣不是后来他跟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了吗？就是这个场景，好像这个时候耶稣先演练一遍，耶稣先讲了一遍，这个属灵的变化预示着日后他差遣圣灵降临，成为保惠师，赐下信心跟能力。因为耶稣就告诉了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耶稣亲自由这两个门徒去见证了这件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耶稣对门徒说出了新的意义，最悲惨、痛苦、绝望的场景，都可以成为通往所渴望自由与新生的途径。耶稣说出了这一些，让门徒重新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段经文的最后，他们怎么改变。所以我们从复活节延伸到门徒接纳了主耶稣，耶稣陪伴他们走，耶稣陪他们一起吃饭，耶稣拨开饼，让他们心灵看见主耶稣的时候，发现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诠释说，因为以马忤斯是门徒心灵之旅了，也学生跟耶稣的关系改变了，耶稣从陌生的路人变成为他们的伙伴，陪伴他们，不是路人甲路人乙，不是，是神亲自陪伴他们走这条心灵之路。我们喜乐欢欣的时候，耶稣也陪伴啊，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因为你觉得好像有不大需要。但是当你苦难、难过、忧伤、软弱的时候，耶稣陪伴你，那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一个孤单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复活节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耶稣的复活若只是传奇或是传说，那今天也不过一个我们在茶余饭后讲一些奇异的记录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从这件事情，从耶稣复活与学生同陪伴的事，耶稣的复活是你我的生命息息相关，因为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们生命得更新。这两个门徒后来的改变你就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点一个对照哈。我们常常在生活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反败为胜的事。原来已经失望的事，变成重新燃起希望的事。主耶稣让我们生命得改变，得盼望。我们期待也在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看见这一种翻转的事情、改变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看似没有机会，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耶稣的介入，它产生了奇妙的改变。我们等一下，我们的梅兰姐要做见证，她也经历了这些神同在的改变，这些改变都完全是因为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主。我们在生活周遭的复活事件，比如说我们常常喜欢看球赛哈，球赛原先好像一面倒，没想到最后一节，或是棒球最后一个打手，那打出了一个再见安打，或是再见全垒打，突然间整个战局翻转了。我们看网球比赛很奇妙啊，原先呢，一个选手被压着打，但最后慢慢又撑过来了，因为有时候一打2-3个小时职业网球。刚开始的时候啊，气势非常的强盛，但是没想到半中途开始有一点疲累了，对方就慢慢赶过来，也就差最后一个球打不下来，然后被对方追赶过来。球类的败不活，我们常常看见的，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生活上有一些业务啦、企划案啦，有时候原来被丢在旁边了，但是又重新被采用，那好像重见天日这些的事情。有些学生考试，原来以为没有希望，原来发现到说他竟然被录取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常常遇见一个改变的事情。当然，绝大就是生命的改变，复活这件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出名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就是路加福音所讲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的父亲亲自见证说：“我这个儿子是怎么样死而复活的。”孩子没有真正死啊，只是他远离了父亲，把自己葬送在吃喝玩乐里面，把所有的财产都花光了。当他悔改，重新回到父亲的家的时候，他的父亲说：“我的儿子是复活的，是失而复得的。”我们可以用一段经文来验证这一段话哈。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说：“我写这些给你们，要你们知道，你们信奉上帝的儿子的人有永恒的生命。信奉上帝的儿子，你就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哦，有这样的权利。他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他就会垂听。15节，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就一定是给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得新生命的关键，是因为你在神面前，你信这位永生的主，然后呢，你又得到神所祝福的，因为你坦然无惧向主祈求。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的祈求，他一定是给我们。基督徒生命丰盛的关键就在这边。你会唱诗歌，我也会唱诗歌；你参加聚会，我也参加聚会。但是相信、确信，神要来应许你的祈求。我们回顾这段经文所写的：第一个，信奉上帝的儿子有永恒的生命；第二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坦然无惧；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奉他的旨意哈。这段经文有换新的卡片没有进来，就是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求，他就必要应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2个门徒所得到的一个故事，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总生命的复活的确据，还有是生活中遇到艰难、困难挑战一个新的激励跟力量。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跟力量？因为2个门徒真正经历到了。圣经记载说，2个门徒应该走11公里已经疲累了，而且吃晚餐了，应该休息了。圣经怎么记呢？2个门徒竟然又跑回去了。圣经记载说，他们随时又出发了。才到了嘛，休息不够，大概还没吃饱吧，因为看见耶稣了，消失了。
认识耶稣了，所以他就说，他们立刻动身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看见11个使徒和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哇！交换了他们的经历之后，慢慢这些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调整，耶稣显现升天的时候，就像这样的能力赐给了他们。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2个门徒重新翻转的力量，是因为主耶稣的陪伴，主耶稣的擘饼跟祝福。我们邀请主耶稣当主人，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凭着这样的信心，像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的，我们坦然无惧，按着他的旨意求，他就要垂听。然后我们一起领受神的应许。我们现在做祷告，请弟兄姐妹，你可以预备心说，我要到神的面前来，一个祝福的祷告。不只是说，我身体真的有病痛要祷告，你有需要祝福也可以来，你需要神给你启示新的方向也可以，你要单纯的要领受祝福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现在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2个门徒原先是绝望、忧伤，满满的。让这样的力量也赐给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奇妙的圣功。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主的时候，你擘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神迹跟祝福。我们接下来要为弟兄姐妹来祝福，主啊，也求你将这样的祝福能力赐给我们，让每个弟兄姐妹经历神在你面前得到了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是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无论是楼上楼下，你有病痛要得医治的，你有心灵的忧伤或是软弱需要得帮助的，或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到神面前感谢神，要得到祝福的，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医治恩典。开始唱诗歌的时候就可以到前面来哈，不要客气，勇敢的到前面来，不要客气。你需要得祝福、祷告、恩膏的都来，可以站换一点没关系哈，2排也没关系，2排也没关系。今天我们没有按手的动作，2排都可以哈，2排都可以。我们请代祷团队到旁边来。两边都可以站，两边不要客气。我们先音乐继续，牧师要邀请我们站到前面来的弟兄姐妹，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直接做按手。有没有问你要带到什么事情？这时候你安静，在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我到你面前来，借着信心，我需要得到什么？你要得病痛的医治呢，还是要得到心中的喜乐跟平安？或是你要一个新的旅程，要神的祝福？你在神面前安静，跟神诉说，然后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为你祝福祷告。我们先安静在神面前，将你的心愿讲给主听。
这时候我们要邀请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也站起来，可以吗？我们一起要用同心的祝福跟祷告，你也可以为自己来祝福祷告。我们也请这些代祷团队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一起开口同心，为这些站在主面前，借着信心来领受最大恩典跟祝福的弟兄姐妹来做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的恩典跟我们所有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神的恩典，你的大能时刻在他们当中，神的平安喜乐，你的医治，你的大能，你的复兴要在跟他们同在。他们心中的期望，他们心中的盼望，求神亲自来应许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坦然无惧，我们要信靠主，你要垂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向主所祈求的，你就要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你，你的恩典跟每位同在，你的祝福跟我们同在，你的大能真正实现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副歌再唱一次来。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这时候牧师要为大家来祝福，请你可以把你的左手放在心上，右手都可以，因为神听了你的祷告，我们确信像圣经所说的，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祈求，神就会垂听。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看见这一群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也许他们身上有某种病痛，或是他们心中有一些愁苦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的，或是他们单单纯纯的就像玛利亚要到你面前得主的恩膏跟祝福。神啊，我们确信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愿意将自己摆上的弟兄姐妹，愿神应许他们的祈求，你的医治大能在他们身上显现，因为这个大能不是人给的，是神愿意施给我们的。主啊，你曾应许说，主耶稣被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着平安。借着这样的信心，愿我们所祈求的是合乎你旨意的，让我们祈求的，你就要赐给我们。愿神赐福给所有这一群弟兄姐妹，也给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主祈求或是为人祷告的时候，你也同样将恩典赐给我们。祷告都是奉靠大能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感谢主，谢谢。祝福大家，我们请慢慢回座。在回座过程当中，我们马上要邀请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李梅曼姐，她要将参加中保代祷所领受到的祝福要分享给大家。她说她会紧张，我说没关系，大家都是家人，你讲什么我们就乐意来听，好不好？我们拍手来欢迎，欢迎来。牧师、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姓李，叫美满，非常感谢富强教会有这个中保代祷团的团队设立，让我有份参与代祷的服事，非常感谢神，让我站立在这里分享神的荣耀。其实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参加这个代祷团的，我非常感谢代祷团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全家人的代祷。首先，我要在这里向我们所有代祷团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其实上帝的恩典数都数不尽。在未信主之前，我曾经拜了将近20年的天地教上帝，那所谓的上帝根本没有为我及我的家庭带来任何的帮助，所以我在98年7月12号，我们全家人一起受洗
成为真正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我的身体渐渐的康复，我跟先生的关系也慢慢和好了，跟孩子的关系也慢慢的好转了。可是因着在这几年当中，大家都因着工作忙碌，对上帝的话语不是很认识，所以我们从一个宗教又拜到另外一个宗教里。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说，他们所信的耶稣跟我所信的耶稣竟然不是同一位上帝。这真的是对我们夫妻非常极大的破碎。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又因着撒旦的谎言、控告、定罪，让我们夫妻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在这样跟孩子的关系再度决裂之后，有一天半夜，我的孩子跟我说，他们决定要搬出去住了。那时候的我们夫妻，每天活着像行尸走肉，我们就像是一个基督徒，披着基督徒的外貌，可是我们的内心是非常伤痛、非常痛苦，也非常软弱。我们完全无法面对我们所有的亲人，更无法传福音，而且我们也非常害怕基督徒。最后，我们寻找到台北某间教会的牧者来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夫妻带着破碎的心到台北这一间教会聚会。当聚会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很高兴的跑来告诉我们说：“美满姐，你就是美满姐，你们从台南来真好，我可以拜托你们去台南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吗？他们刚受洗，需要有人照顾。”你看我们奇妙的神，使用我们正破碎的夫妻，我们是带着伤痛去台北，神竟要用软弱的我们来陪伴台南这一对夫妻，在106年把我们带来富强教会聚会。感谢神，感谢神，他使用我们。我在几个月之后，我鼓起勇气来参加我们这个中保代祷团的事工。没有来参加我们礼拜5的恩典祷告会。在这个恩典祷告会的时候，我也第一次来参加小组聚会。当我在跟小组的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身体颤抖着，我的眼泪不自主的流泪。我告诉他们我儿女的状况，请他们为我的儿女来代祷，也请这位上帝真的来帮助我的儿女。当聚会结束的时候，就是芷兰姐妹，她立马拉着我的手说：“谎言，谎言，美满，你快起来征战。”她立马带着我到我们的办公室写代祷卡。你知道这个代祷卡的功效有多大吗？我自从写了这个代祷卡后，我的心慢慢安定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会得救，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并且一人祈祷所花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感谢神，我的儿子真的在108年1月份，他真的搬回家住了，而且也重新回到教会聚会。更奇妙的是我的女儿她跟我实在非常的对立，可是上帝非常奇妙，使用他大学的同学在寻找教会的时候，把我的女儿带来我们富强教会聚会，并且也为我预备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婿，并在108年，我的女婿参加了芷兰小组所办的幸福小组。在108年的12月，我的女婿他决定受洗，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女，并且在109年2月22号，我的女婿和我女儿在我们富强教会举行结婚，在这里举办结婚，并且把我那些未信主的家人还有亲人都一起带来我们富强教会，一起敬拜神。你看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
我要在这里将这所有的荣耀、颂赞、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耶稣。谢谢。其实我们全家人都是这个代祷团的受益者。我在109年带着感恩的心，我参加了这个代祷团。刚开始，其实我的内心真的还是非常恐惧害怕，我根本无法开口祷告。每次我进了代祷室，我就是哭，哭累了我就睡了，睡醒了时间也到了，我好像来跟上帝打卡一样。我真的很抱歉，可是后来我提起勇气，我开始为大家来代祷。当我看到了这些代祷卡的内容的时候，我的心渐渐宽了，因为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很多人的问题其实都比我更严重，我非常感谢神，他一直不断的来修剪我，让我在这代祷团的期间，神不断的释放我、医治我、修复我，并且他塑造我。让我的软弱变刚强，变壮胆，让我与神他恢复了关系，也与自己和好，并且我也慢慢的开始敢接触人群。感谢神，他兼顾了我，使我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所以你们都知道，在去年我的外孙女发生那非常严重的医疗事故的时候，让我能够及时成为我的女儿和女婿的帮助。在此，我要再一次的向夏牧师、谢牧师及所有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及代祷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献上感谢。那段日子，因着有你们全心全力的为我们全家人代祷，还和陪伴与扶持，让我帮助我们全家人走过这个艰辛的日子。我非常感谢神，神让我在这段期间让我学习更明白。他要扩张我的境界，他要完全更新我的视野，他要我学习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叫我不要再抱怨了，要我凡事要定睛在神，不要再定睛在人。而且神要我学习这份非常功课，就是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以前的我常常问神，为什么是我？可是现在的我就是凡事献上感谢，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就像去年我的儿子发生车祸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第一句话就说感谢神，至少他还活着，还能打电话给我，真的活着就有机会。我在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知道神他一直修剪我，为的就是要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在这里期待更多的弟兄姐妹，你们能够来参与我们这个代祷团的服事。真的，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不断能跟我们的上帝恢复关系，而且神他透过我们在代祷的当中，他不断的医治我们的身心灵，还释放我们，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代祷服事。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们若是真的有任何的重担需要，真的不要客气。我期待你们写黄色的代祷卡进来，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这个又真又活神的大能。而且，如果说神真的有应允你们的祷告，也请不要吝啬，写粉红色的代祷卡进来，鼓励我们代祷团的每位弟兄姐妹，也并且一起来荣耀我们的上帝。这是我的分享，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坐在宝座上的耶稣。谢谢大家。从认识美满姐父亲兄，知道他们其实一直以来走的路并不是很平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退却，而是借着祷告一再的改变，一再的翻转，一再的得神的祝福。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同样蒙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祷告一切事情都平安无事，而是我们有更大的力量去克服一切的挑战。牧师要做一个祷告这方面的报告，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执事
开始来收奉献，请大家预备哦哈。那你们这样走到前面来，我们就开始做奉献。牧师把这2个讯息报告完啊，也可以做，等一下做奉献祷告。来，我们先来做收奉献。弟兄姐妹，刚刚那个图卡呢，就是我们参与中保代祷的一个行动哈。等于是中保代祷团有2个重大的任务，第一个是你有需求，你有需要代祷，你就把你的需求写在黄色的代祷卡里面。你做同工，你有什么教会施工要推动，你就写在蓝色的代祷卡，请大家一起同心祷告。那再来，你有领受神的应许，你就写上应许卡，红色的，放到你们我们的柜子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代祷好像就是平静，没有什么看见哈，因为大家都躲在那个祷告室里面嘛。但是神奇妙的动工就在这边，因为那个是带有权柄的祷告，那个是神应许的祷告。因为有一群同心祷告的弟兄姐妹，把你的困难、把你的需求带到神面前，所以这些印证、这些回应就一次再来，一次再来。我也希望你如果有这样领受的话，可以报名参加代祷团，交受洗。那签名在你1个礼拜当中哪1个小时是你要跟神亲近的时间，也可以为大家来代祷，你会经历到这么美好，像我们的梅满姐这样的领受。另外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预计要在5月20号礼拜五，就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那个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在福气教会的一起复兴的一位刘进长牧师要来带领我们这个祷告的操练。我期待那一天大家能够排除万难来参加哈。另外他也要在礼拜天来做培灵，那要再隔1个礼拜，5月29号礼拜天的2堂礼拜期待大家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心上，预备心不要缺席，一起来领受哈。好，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来带领我们一起做奉献的感谢。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念一遍：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时，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章24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司礼如兼任执事，其他的侍奉同工再请大家注意。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聚会讯息，请大家自行参阅。第4页，本日4月24为台南家庭协谈中心奉献主日，请兄姐持续为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代祷与侍奉。第4点，因应新冠疫情再度升温，小会研议下列应变措施：爱心午餐暂停供餐，心灵转角咖啡厅暂停营运。第2、第3再请自行注意。第5页的第8点，富强教会2022年财务研习定于5月1号下午2点到3点半，在敬拜中心3楼副堂举行。
讲员研习目标、邀请对象，再请自行参阅。第9点，各单位征求志工，欢迎兄姐踊跃参加报名。其他消息报告：中会财团法人已核发2021年度个人奉献证明，若兄姐有需用于所得税申报，请到教会办公室登记领取。第6页的肢体交通，请自行参阅。关怀大导事项，请持续为以下事项代导。接下来，请项目师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有关疫情的事情，大家应该比牧师还关心呐哈。那唯一的重点就是大家变成要保护好自己哈，无论是打3剂能够保护，要不然就是减少去参加比如说要摘口罩的地方、人群聚集的地方，因为现在哪里有疫情我们都不知道哈。当然南部是比较没有像北部那么严重，但是其实我们必须要走过这条路就对了哈因为我们政府希望我们有一天大家都免疫，大家能够开放对外开放，我们内部都开放，那等于是这个情况早晚要过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平安了哈。政府它的那个医疗量能够足够，那我们的有受感染的也不会太过于重症，那就是我们期待的情况，期待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结束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活动聚会都暂停，但是原则上如果政府没有规定哈，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又突然间变3级了啦哈。那原则上大家只要保护好来参加做礼拜，那都是政府没有禁止的只是说你个人要自我保护就对哈。愿神保守我们能够顺利平安度过这一次哈，大家继续代祷。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做郑依文，是不是？依文姐妹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我们热烈欢迎她，来欢迎她，来，我们送一个小礼物给她，来送一个小礼物，谢谢你。是我们素文姐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来哈，欢迎你希望你能够很喜欢我们一起聚会，一起领受神恩典的时刻哈。那其他的事情我们就有时候看我们的群组啦，有一些报告变动的报告期待大家能够平安度过。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来做结束。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恩典相通，与每一位在现场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也跟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大家请坐，来默祷闭会。